再来看台中的盐翠山，因为光景真水，最近这几冬来是登山客翕相的热点。但是竟然有人爬起哩山壁顶的树仔来翕相，这个树枝万不因若载袂牢，真有可能就会发生着意外。网友讲，这根本就是咧算命。两个登山客身躯顶白草啊，坐伫树枝顶，其中一个人举翕相的工具在翕相。另外一个穿感觉色衫的登山客是坐伫徛壁边咧翕相，这个画面互人看甲是卡袂冷。若一个无着地，手机若无法度载动，因就真有可能会栽落山坎。危险的行径拢互民众甲翕落来。当事人透过朋友的转述，18号来到台中市和平区的盐翠山，当着这阵登山客。刚开始抓准伊是来做学术的研究，结果说干那是为着爬起哩树顶翕相。未少网友看甲是假秀气，嘛有人认为讲这根本是用性命在滚生笑。同一个地点，嘛有网友打出25当前谈遮翕的这张相片，伊讲树啊，挂伫遮已经真无简单，唔通甲破坏。山顶树木树形虽美，但仍有风险。呼吁民众共同爱护林木，为安全考量，请避免攀爬树木，以免损及林木及维护自身安全。盐翠山的地形真假，对于空翕的角度来看，两边的山壁亲像是三角形同款。规排的登山客徛伫山顶，看出去的景致真水。也毋过若一个无着地徛无载，载落嘛是真危险。最近这几冬，未少登山客将盐翠山看作是翕相断开所在，是讲嘛捌出现过翕相的乱象。2021年，有一个火舞的表演者，伫咧爬起哩山顶了后，表演喷火翕相做纪念。当时因为违反着森林法，罚款60万。这个民众爬起哩树仔顶翕相，联保署讲会加派警员来巡逻，加强看道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